这个台中彰化南投地区一间叫做5000级的连锁火锅店，因要互人客运火锅的酱料，嘛用到苏丹红。总公司来回应，已经伫2月16日封城内落价回收，换做其他的牌子咯。另外，连锁的超市全联嘛有卖到出问题的辣椒粉，目前查出来进货是1848罐，已经来回收1703罐。讲目前是积极咧监督着各地门市，爱确实来回收。干净、新鲜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。强调讲实在、清气、佮新鲜，而且是用上等麻油佮姜母控的汤，这是连锁火锅店伊的企业形象。伫中部地区有超过10间的连锁店，因过即摆的苏丹红风波中，台中市食安处调查出，这个业者进前买这个苏丹红的咸椒粉，做成酱料放伫吧台互人客用。伫通报各县市卫生单位稽查后，已经隆重停用。这个辣椒粉是作为蘸酱使用，那放在吧台上供民众依实际状况自行取用。稽查当时，业者已经接获总公司的通知，都已经下架没有使用，包含业者自主下架的部分，总共有10包产品。业者对着用了有问题调味料的代志无具体回应，除了连锁火锅店，也有专联超市所卖有苏丹红的咸椒粉，加用4合1调味料的组合。台中市食安处的稽查，全市总共进货1848罐，已经回收1703罐，卖出去的145罐会继续监督超市的门市确实回收。卫生单位强调讲，食品中绝对袂使染着苏丹红。依法可以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科或并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。大牌子的餐饮甲连锁店陆续拢有发生用苏丹红的代志，这互消费者是心惊胆寒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